星期天，素兒和李奧好興奮，全家要去博物館看恐龍。當然不是真的恐龍，恐龍早就絕迹了。他們在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消失了，久到連爸爸的爺爺的爺爺都沒有見過。素兒和李奧知道恐龍非常非常大，但竟然是這麼大，簡直巨大無比。大家安靜了好久，李奧忽然問：如果恐龍還活着，會怎樣呢？他會是我的朋友，我會帶他去散步，在附近逛一逛。我可以帶他去學校，介紹給朋友，他們一定會嚇一大跳。我要幫他取名字。素兒說：我想叫他小吉吉，梁龍小吉吉，他一定很友善。我要幫他做衣服，就像幫我的玩偶做的那些，只是要更大件、